質素得兩個因素，2、3、5、7頭一行，第二行11、13、17、19，第三行就23、29，第四行31、37。嗱，33比11除得盡，唔係39比3除得盡，唔係41、43、47、49唔得，比7除得盡。跟住51比3除得盡，唔係53、59，跟住61、67、69比3除得盡，71、79。前後位相同都通通比11除得盡，所以唔係。咁啊90到91都唔係比7除得盡，97冇啦。咁啊總之記住係100以內有25個。49同91用3去整除試下，除咗49同91，因為比7除得盡，前後位相同比11除得盡，用3個整除試就得㗎啦。譬如話13一加埋3除得盡就唔係質數啦，多咗個3嘅整除性嘛，所以14、10，跟住100以外咧，咪再講埋啲先，質嘅因素就有1同本身，所以唯一偶數嘅質數係2，因為佢嘅因素係1同埋本身嘛，1係特別數，又唔係質數，又唔係合成數，4或以上就4或者以上係合成數，100以外咧就將佢加1減1，是但一樣都可以俾6整除咧，呢個就係質數，即係要試2次，俾1加1減1，俾6除得盡，其中個方法就已經係質數啦。尾位係偶數就唔使諗啦，係第1、第3、第7、第9。質數頭43啦，其他加埋比3除得盡啊嘛。第二條咧合成數就合成數即係 B 啦，2加7啊嘛，比3除。跟住100以來最大嘅質數唔係99係97，跟住細過50最大嘅合成數49啦。跟住咧最接近75嘅質數係73，跟住咧就係最接近59，同時係基數和合成數係57，因為61係質數㗎啦，咁啊88減幾多？88減1唔得，88要減去睇下80嗰行就83減去5啦，減去5就係質數。跟住咧就50同80之間最大嘅質數就係79啦，就係53啦，79加53。最大嘅質數係79，最細嘅質數53。1 C 2 boy 3 C 4 boy 5 C 6 A 7 C 8 C。跟住第9條20同40之間最大嘅質數就係37，最少嘅質數就係23，37乘23。呢個如果37乘23嬲尾一定係1字尾，所以係計都唔使計，就係 C。跟住咧就係30以內有幾多個基數同埋質數咧？30以內有10個，咁啊除咗頭一個係偶數之外，其他就係9個，所以答案係 C。21條咧就係嗰個兩個質數之和必定係合嗰個合成數啦。13乘3 169，多咗個169啊，多咗個13。
多咗個因數啦，7749多咗個，所以咧就係一定係啱，多咗個因數嘛，169啊嘛，跟住咧就係兩位呢度兩位數字，要佢大，相差4係74。37啊，噏錯咗啦，37，7減3咪4咯。跟住咧就係兩位質數咧就係43、53、59。跟住咧就係如果要5字行頭，534、543、549、594，所以答案係594。